配合部分生活环境甲减碳无限排文案里，今年立办公处伫中秋之前举办了建造活动，邀请侪侪乡亲做伙行出户外运动，增加感情。当然，出发进前嘛爱暖身，甚至也带动流行的山阵舞。会中立委陈天辉甲南区在地侪侪议员拢招到甲大家亲切互动，同时会中嘛无忘记提醒大家做伙来防治天狗热，并宣导交通安全以及老人保健等福利。看伊安尼甲咱云南社区建设啊遮好，啊拢是第一等的，啊拢是模范的，我就感觉讲这实在是接地气。安尼做民意代表就是爱接地气，啊所以伫遮。希望咱做伙拼，做伙冲，大家做特别的活动，互咱台南更加好。咱特别注意呢，即马登革热呢真严重，今后个即马开始热吼，啊热天登革热呢已经有满堂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，勤倒清刷，勤倒清刷，啊特别要注意呢，诈骗呢。即摆电话诈骗的话足多。听到文案里办建造活动，市长吴伟霆嘛特别高调响应，里面对地方欢乐明年新起好的活动中心能提建设无下落，议员罗坤福嘛当场请命，市长吴伟霆则讲 OK。我有诶，经费软体经费拢够诶，啊，即摆就是你尔，伊即摆都无问题。OK。落天呢一定要勤倒清刷，勤倒清刷，为着咱的身体健康，这个登革热无拢无啦。伫市长吴伟霆带头陪大家起行之下，有真侪里面拢是全家伙仔总动员，大家快乐出发，提前度过一个健康乐活假日。电视新闻，阮子采访报道。